死啦！一帶住呢個，我嘅自由係咪兒兒啦？媽咪會唔會知晒我啲秘密噶？現實邊有咁戲劇化啊？呢個唔係金剛圈嚟噶，佢係解開小朋友成長密碼嘅鎖匙，幫小朋友睇清楚佢呢個階段嘅優勢，揚長避短。點解有啲小朋友學嘢咁快，有啲就坐唔定？3到12歲係黃金期，最驚就係家長盲目咁去試錯。TQ 試測嘅係小朋友當下最真實嘅狀態，邊度應該放手俾佢飛，邊度需要扶佢一把。了解咗小朋友，溝通就唔使再靠鬧啦，親子關係自然更加親密。咁就完啦？點會啊？根據份報告去度身訂做專項培養，精準測評加上 AI 貼身跟進，解鎖小朋友嘅專屬說明書。